来看到互人真喜意的迪士尼家族啊，做伙来到台中，要来做一个台中耶诞梦想世界。为今年新历12月初6起，到明年元旦1月初1 ，Mickey 也有 Minnie、小熊维尼和伊的朋友伴，也有迪士尼公主主题这角色，拢会为旧台中火车站一直到立川，也有柳川，和大家做伙来庆祝耶诞节。规个暗时已经先试灯，带大家赶紧来看卖啊！电火表演光艳艳的场面。台中旧火车站的壁面上有真侪图像，阮红色、蓝色、五花十色，阁有各种的礼物对天顶落落来，哪会遮尔古锥？边仔竟然阁有祖母带你进入迪士尼的梦幻世界。迪士尼的马将大声叫，超级有人气的迪士尼大家族走来台中，打造台中耶诞梦想世界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来试灯，看到古锥的饼厝、耶诞树，少女心皮薄菜。好不好看？你待会去绿川、柳川还有迪士尼哦。那祖母，阁有米奇、米妮各种的艋舺翁仔，戴着耶诞帽仔，超级古锥的造型，真有节日的气氛。查某囡仔上爱的公主款，嘛无漏交。对旧台中火车站一路到立川、甲柳川，12月初6起，到明年1月初1，要甲大家来欢庆耶诞。其实迪士尼要请他们到台中，那同意授权来布展灯饰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经过1年的一个准备。今年寒天有遮尔侪迪士尼艋舺做伙来过耶诞节，根本就是一定爱来拍卡热点。而且伫咧耶诞活动期间，阁有精彩主题音乐、魔法音乐、灯光秀，增加看头。所有迪士尼的迷众都爱赶紧来佚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